足類人天品第13。爾時世尊舉金色臂，右摩地藏菩薩摩薩頂，而作是言：地藏地藏，汝之神力不可思議，汝之慈悲不可思議，汝之智慧不可思議，汝之辯才不可思議。正使十方諸佛讚歎宣說汝之不思議事，千萬劫中不能得盡。地藏地藏，記吾今日在忉利天中，於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菩薩，天龍八部大會之中，再以人天諸眾生等，未出三界，在火宅中者，付囑於汝，無令是諸眾生墮惡趣中，一日一夜，何況更樂五無間及亞鼻地獄，動經千萬億劫，無有出期。地藏，是南閻浮提眾生，智性無定，習惡者多，終發善心，須臾即退。若遇惡緣，念念增長，以是之故，吾分是形，百千億化度，隨其根性，而度脫之。地藏，吾今勤以天人眾，付囑於汝。未來之世，若有天人及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佛法中種小善根，一毛一塵，一沙一滴，予以導力，擁護是人，漸修無上，勿令退失。復次地藏，未來世中，若天若人，隨業報應，落在惡趣，臨墮趣中，或至門首，是諸眾生，若能念得一佛名，一菩薩名，一句一偈，大成經典，是諸眾生，予以神力，方便救拔，於是人所，現無邊身，為須地獄，顯令生天，受勝妙樂。爾時世尊，而說偈言：現在未來天人眾，吾今勤付囑汝，以大神通方便度，勿令墮在諸惡趣。爾時地藏菩薩摩薩胡跪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唯願世尊不以為慮。未來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
善女人，於佛法中，一念恭敬，我亦百千方便度脫是人，於生死中，速得解脫。何況聞諸善事，念念修行，自然於無上道，永不退轉。說是遇時，會中有一菩薩，名虛空藏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自至都利，聞於如來讚歎地藏菩薩威神勢力，不可思議。未來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乃及一切天龍，聞此經典，及地藏名字，或瞻禮形象，得幾種福利，唯願世尊為未來現在一切眾等略而說之。佛告虛空藏菩薩：諦聽諦聽，吾當為汝分別說之。若未來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見地藏形象，及聞此經，乃至讀誦，香華飲食、衣服、珍寶、布施供養、讚歎瞻禮，得28種利益。一者，天龍護念；二者，善果日增；三者，集聖上因；四者，菩提不退；五者，衣食豐足；六者，疾疫不臨；七者，離水火災；八者，無盜賊厄；九者，人見欽敬；十者，神鬼助持；11者，女轉男身；12者，為王神女；13者，端正相好；14者，多生天上；15者，或為帝王；16者，宿治命通；17者，有求皆從；18者，眷屬歡樂；19者，諸橫消滅；20者，業道永除；21者，去處盡通；22者，夜夢安樂；23者，先亡離苦；24者，宿福受生；25者，諸聖讚歎；26者，聰明利根；27者，瑤池敏心；28者，不竟成佛。復次，虛空藏菩薩
若現在未來，天龍鬼神，文地藏名，禮地藏形，或文地藏，本願示行，讚歎瞻禮，得七種利益。一者，速超勝地；二者，惡業消滅；三者，諸佛護臨；四者，菩提不退；五者，增長本力；六者，宿命皆通；七者，畢竟成佛。爾時十方一切諸來，不可說不可說，諸佛如來及大菩薩、天龍八部，聞釋迦牟尼佛，稱揚讚歎地藏菩薩，大威神力，不可思議，歎未曾有，是時忉利天，與無量香華，天衣珠，供養釋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薩已，一切眾會，屈服瞻禮，合掌而退。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下。